孙大先生的来历第10章，论到孙大先生当杀夫的节，却甲遐个花教的和尚大争吵，因为伊是基督徒，毋过对伊甘愿穿衫甲因相亲像，迄个诱惑实在真大。伊无论到什么国、什么城，人认伊做圣人，就较有机会通宣传道理，人也较欢喜听。对英国到印度有一个任牧师，伊属监督教，也是真学问的先生，深深研究印度国的古文 Sanskrit 的人，伊所料理的工是教册，选找遐个捌字朴刻的先生，甲因相交陪，讲道理互因听。伊捌做干净讲，照伊所查考，才知影，对遐个先生中已经有真侪真爱信耶稣。打论即件事，顺带有确实的凭据。我1912的年尾，伊捌去萨那，就是释迦大圣传出的位，伫遐也有拄着人穿杀夫的衫，伊甲因相甲讲话，才知因是基督徒，不过是暗前做学生，顺带迄碟伫泥巴里受关押，互歹人困住，险死，就是因的人接纳伊，真小心顾伊较好。属迄个会的人也差不多2400个，散伫印度国。因中间有的是平时做工的，也有我700个，算是亲像做传道师，在穿杀夫的衫，也是照耶稣教的规矩，捌行洗礼、守晚餐来纪念耶稣的死。遐个会友有定着的日子在聚集，因的会堂是较亲像因的经庙，总是无菜五常。聚会时有读圣经、开听道理，也捌将新闻三报消息。因的规例是甲本地款同一样。祈祷的时，身躯拍咧拜。因也真虔敬在服侍，也讲人若深信，不时会得到主的密示。属即个暗会有捌字朴刻的先生，以及有钱财名望的人，因也是欢喜提钱来赞会中所开的会。顺带偌济摆有甲因聚集。也捌切意求因着显然认耶稣，因甲伊约若到合解的日，因的确欢喜显出因的意思。这个会对伫加利牧师，伊是大出名的牧师，也是头一个去印度国宣传道理的时阵较兴旺。因的师傅捌对伊的喙听到救世的道理，就对迄时以后心较热，活动来服侍主。会友也愈久愈进步，若加添人业。因三人的暗号继续的意思是即句：愿拿撒勒的主耶稣得到较赢。论到顺带的老爸西大寿先生，伊几若摆叫伊的囝倒来厝呢，也捌寄批真催逼的意思，爱勉强伊着放杀杀夫的节，煞带某，互伊所当尊贵的名声较久长直地。讲若安尼行，要将伊的钱财拿济互伊。顺来先生真有孝，高敬为伊的老爸，总是毋敢为世间的事放杀主耶稣，就回复即场甲伊的老爸讲，
伊所受调做基督徒，煞当杀父的职，是到一世人的关系，毋敢放煞。但已经历过14冬，到1919迄年顺带过一摆，转去厝呢，伊的老爸较济岁，不过见到伊的面真正欢喜，就即几日中相较济谈论道理。老爸才干证伊有信耶稣，已经互伊救，但甘愿做伊的学生。顺带听伊话，就欢喜到袂固定，在伊遐济年所迫切祈祷得到温准，他爸囝会得同心一意行即个路。老爸迄时摕偌济钱做路费，互顺带通去外国宣传道理，顺带较慢就搁出外连过中国、日本，煞到缅甸、曼德勒、希腊、槟榔树、色兰的海事，以及英国，凡所到的外国，真侪人自集爱听伊所讲的道理，逐句真有感激人的心。伫侪侪所在开奋兴会的时，几若千人来赴，爱要听顺带先生所演说的话，因为伊真够开闢道理，逐人无毋得到利益。但论到顺带先生的来历，已经有写侪项，总是袂记的，还佫有侪句。伊为着主耶稣的道理，捌经过非常的艰苦。论伊一人所担当的凄惨，真正会堪得来做保罗所记载讲。因为我伫想，上帝有安置我，才会伫马溜，亲像已死的犯人。因为阮诚做一边戏，互世间甲天使甲人看。到伫即点，阮也枵也喙焦，脱腹体，互人种无定着的所在，也劳苦亲像做工，受礼骂就甲人祝福，受困毒就吞忍，受诽谤就甲人好喙，竟然诚做世间的粪扫，万米的祭拜。到伫今仔日，我着活枵较济，关落家也较济，受拍到袂算得，一摆险死，常常劳苦，常常历路，拄着江河的危险、外邦的危险、城内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面的危险、贼马的危险、本族的危险、假兄弟的危险，受劳碌甲艰苦，豆无困，枵挂喙焦，豆无食，寒挂脱腹体。当咱减毋着欢喜来学顺带先生的模样，伊真正是疼主的心，甘愿非常着活，若亲像看无家己所意爱，是要得到人来信耶稣，互伊透放脱离罪恶。伊亲像保罗通讲，因为基督的疼痛催逼我，是阮想即人替一人死，就是正人死，搁伊替一人死，是要互这个活的人以后无为着家己来活，是为着替因死来搁活的。